2025年呢係發生咗好多事件嘅一年啦，我哋見證咗咧喺全球經濟啦、貿易啦、政治啦同埋外交關係喺和平嘅時候嘅一啲咧係非常之突出嘅轉移或者改變。咁呢啲會唔會成為新常態呢？我哋聽聽我哋以下環節嘅各位講者啦。請大家咧係一齊鼓掌，係歡迎我哋嘅主持人阮國恒先生，係金管局㗎。咁另外呢，同佢一齊嘅嘉賓包括呢就係匯豐銀行嘅艾喬治啦。General Atlantic 嘅 Bill Ford 同埋瑞銀集團嘅 Com Kelleher 先生。好啦，咁亦都請 Com Kelleher 嚟自瑞銀集團嘅請上台，仲有 General Atlantic 嘅 Bill Ford。好。係，我哋再等多一位嘉賓 Bill Ford 上台。Bill， 你喺邊度呢？嗱，如果你係喺呢一個宴會廳裏邊嘅，請舉手。啊，嚟緊啦，嚟緊啦 ！General Atlantic 嘅 Bill Ford。好，咁啊，而家將時間交俾 Arthur。好多謝。咁啊，歡迎大家呢係嚟到呢個環節。咁啊，非常之多謝艾喬治、Bill 同埋 Com 嚇，就係參加呢一個環節嘅。咁大家都聽到咧，中國嘅發展係點啦？喺之前嘅環節，呢個環節呢，我哋就從另外一個角度睇，就係睇宏觀嘅趨勢啦。咁啊，希望呢兩個環節加埋呢，就會奠下一個基礎呢，可以做更深入嘅唔同題目嘅一啲討論啦。喺今日餘下、今朝餘下嘅時間，喺其他嘅環節。嗱，咁如果我呢同各位觀眾做一個意見調查，就係關於呢今時今日對於金融市場有啲咩主要宏觀嘅趨勢呢？咁我諗呢，我可以講以下嘅一啲議題嘅一個清單啊。首先呢，我相信就係貿易同埋相關嘅供應鏈嘅動態啦，就肯定會排喺頭位㗎啦，喺呢個清單裏面。咁啊，我唔可以再用綠色呢個詞啦，但係或者好公道，我可以講呢，就係去碳啦、可持續發展有關嘅動態呢，都會繼續喺呢一個清單上面嘅。財富管理呢，亦都係睇到好多改變啦，同埋動態啦，咁亦都會喺呢個清單裏邊㗎。咁我唔認為呢個清單呢，如果唔討論 AI 相關嘅投資嘅話呢，肯定就唔夠完整啦。咁啊，最後呢，我最近嘅一啲同全球一啲銀行界嘅監管者嘅對話呢，不斷都會提出呢，就係去監管同埋簡化嘅呢啲課題。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呢個環節需要去傾嘅宏觀嘅課題之一。咁我哋呢就有25分鐘，而家呢就係只係輕微多過20分鐘啫，就睇下呢5個範疇我哋可以傾幾多啊嚇。咁我哋首先嚟講一講呢，就係貿易啦，同埋供應鏈嘅動態先嚇。咁啊，先同阿 Bill 傾下。Bill， 嗱你呢就係喺字節跳動嘅董事會裏邊啦，仲有呢就係中美關係嘅國家委員會裏邊呢，就係工作啦。可以講講中美嘅貿易關係嘛？即係考慮到最近嘅一啲發展，係多謝 Arthur 邀請我嚟。咁我哋呢就達至咗一個比較新同埋穩定嘅一個平衡點啦，喺中美關係方面。咁就係由呢係習主席同埋呢係特朗普總統喺APEC 上個星期嘅會面嚇。咁呢就雖然呢係有一啲嘅噪音嚇，就係關於咧關稅嗰方面啦。咁啊，另外來來往往嘅一啲交流，關於貿易啦。咁我諗喺個水線下面呢，就有一個更有建設性嘅投入啦。我哋睇到Bessent 同埋中國嘅一啲領導人，佢哋過去一連5次嘅會面，咁都係呢設定一個舞台，係有更有建設性嘅會議啦。有2個重點嘅事情呢已經係達至咗。第一呢，就係呢個TikTok 嘅協議啦。咁啊，另外呢，就係話喺貿易嘅行動方面有一個暫停啦。咁呢個應該可以呢，係有一個更穩定正面嘅中美嘅關係㗎啦。喺明年咁，所以呢，
我諗呢就係一個週期上係往上嘅趨勢啦。雖然呢就係有啲長期嘅挑戰，關於國家安全同埋科技嘅競爭啦咁樣。好多謝 Bill 俾到我哋一個令人安心嘅講法嚇。咁肯定呢啲嘅動態嚟講，起碼嗰個溫度呢最近呢就係下降咗啲㗎啦。即係因為有所有嘅一啲對話，你睇到比較穩定嘅平衡點。嗱平衡點係一點，穩定又係另外一個詞啊。咁我希望呢個穩定性呢，我哋考慮到過去7個月喺貿易方面發生嘅事，咁穩定性似乎呢係一個好稀缺嘅一樣嘢嚟㗎嚇嚟緊。咁我哋需唔需要擔心穩定性嘅呢一點呢？嗱，我哋呢其實有好多個波動啦喺嗰個關係度，尤其是呢翻去喺特朗普嘅第一任嘅時候啦，咁政策上兩邊都有好多嘅改動啦。咁但係我諗呢係有一個了解，就係兩個國家呢都會係能夠得益於一個更穩定同埋更可預測嘅環境。咁呢個呢，就係過去一個星期嘅會議，我想我嘅感覺啦，同埋呢，就係一路呢係去到呢係Best 秘書長同埋其他人嘅會面嗰個情況係嗱，我哋同 George 傾下供應鏈嘅不明確，肯定係一個好重要嘅發展。喺金融市場嘅嚟緊嘅發展方面，匯豐呢就係編咗一個詞叫做 Asia by Asia 嚇。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你嘅睇法啊？喺供應鏈嘅動態嗰方面嘅改變，係多謝 Arthur。多謝 Eddie 邀請我哋將我哋集合埋一齊喺呢度嚇嚟緊2日，咁有幾個觀察點呢？我想分享下關於貿易同埋供應鏈有5個觀察。第一呢，就係回應翻啱啱 Bill 講嘅，喺今年4月2號呢，咁我哋呢就係好似感覺到地獄都嚟緊咁樣啦嚇，去到呢10月31號呢，事情就好似呢係穩定下嚟啦咁樣。咁我哋知道呢係仍然有啲挑戰喺度，但係相對於我哋喺4月嗰陣時嘅感覺呢，就已經係溫和好多啦。咁呢個係第一個觀察，亦都係一個相對好嘅消息嚟㗎。以我哋今日嚟睇，第二個觀察就係貿易呢一直嚟講都好有韌性㗎。雖然呢過去嗰幾季呢就係有不明確啦，貿易呢係有強韌性嘅。我哋見到72%嘅全球嘅貿易呢，仍然喺按照世衛嘅條款，呢個係跌咗80%，但係仍然係喺比較高。我哋從80%嗰度跌落嚟，但係仍然係比較高70%幾。全球嘅貿易量呢，就係增加咗2.9%，當然係喺2024年呢嘅3.5%嗰度跌咗落嚟，但係我哋仍然見到全球貿易有增長。第三個觀察呢，就係貿易呢，就而家係被重新去設定或者係構建，咁呢個亦都係點解我哋講 Asia by Asia， 呢個係其中一個全球貿易嘅主要嘅一個嘅重設啦嚇，就係話呢，我哋見到呢，好有效睇到呢，亞洲已經開始呢越嚟越投入喺佢哋自己裏面啊，即係透過一啲嘅唔同區域間嘅走廊啦，同埋喺亞洲同埋中東之間啦，仲有全球其他嘅走廊，咁所以呢，亦都係呢，係扮演更加主要嘅位置啦。相比喺歷史上，即係話全球嘅貿易嘅一個嘅概述呢，就係中國生產，然後賣俾美國嘅消費者。但係今日呢，就已經呢，就係多咗好多細微嘅變化，就係 Asia by Asia。咁亞洲呢，其實就係帶咗額外1.8%嘅 GDP 去亞洲。咁呢個係更加多嘅財富嘅產生啦，就係因為呢個 Asia by Asia。咁另外呢，呢個重設呢，唔單止淨係地理上面嗰個嘅建構，仲有嗰個內容嘅重設。而家我哋睇到科技啦、AI 嘅產物呢，係貢獻差唔多一半全球貿易嘅增長。咁當然我哋見到喺產品嘅貿易之外呢，仲有服務嘅貿易呢，亦都係雙倍嘅呢一個產品貿易嘅步伐。咁所以呢啲呢，亦都係一啲嘅重設啦，喺唔同嘅地域啊，或者係內容方面啦。咁第四個觀察我想去分享嘅呢，就係話貿易唔單止淨係關於貿易，貿易已經成為一個主要嘅驅動因素啦。關於呢，就係海外直接投資同埋一個主要就業方面嘅驅動。咁我哋喺東盟亦都睇得到啦，中國呢係有一啲嘅
外來直接投資咧，係去建造一啲嘅製造業方面嘅能力。無論咧講緊係汽車啦，喺泰國汽車啊、馬來西亞嘅電子啊、物流啊、新加坡或者係越南、印尼呢啲都係大嘅受益者，仲有印度啦、墨西哥等等，就將呢啲硬嘅貨幣啦、就業啦、財富啦同埋出口嘅能力咧係帶咗出嚟嘅。咁另外呢，就係佢哋一部分亦都係受益於低工資啦。好多呢啲國家同中國嚟到對比嘅話，咁當然啦，仲有講緊嗰個增長嘅潛力咧係非常龐大嘅。如果你睇 FDI 喺亞洲以內，尤其是中國呢，就係比起某一啲嘅更加成熟嘅經濟體，例如美國、德國、英國、日本、韓國呢啲嘅 FDI 呢，就係呢幾倍低過佢哋嘅。咁所以呢，就係呢個係最後一點，我想分享關於貿易同埋供應鏈啦。就係美國呢會有一個不同嘅角色嘅喺全球嘅貿易。第一點呢，就係美國係最後嘅一個消費者，可以話，即係任何嘢喺呢一個地球上面生產嘅，都會就算喺其他地方揾唔到買家，都會喺美國揾到買家。但係呢個已經唔再係咁樣樣啦。咁就算係都好啦，都會有一個代價嘅。咁呢個呢，就係美國消費者方面，即係呢個一個基礎嘅關稅可以話。咁呢一個呢，亦都要考慮埋，就係美國呢，係將會比歷史上任何時間都更加自給自足。多謝 George 講呢啲趨勢。多謝啊！你哋頭先所講呢，都係對於呢個亞太區呢帶嚟更加多嘅機遇嘅。咁除咗機遇之外，會唔會有啲風險呢？喺呢種發展當中，我覺得呢係帶嚟好多嘅機遇，呢個肯定嘅。咁我亦都想借呢個機會講呢，就係喺10月嘅時候呢，我哋亦都係公布咗呢，係有個1000億嘅港幣嘅投資係喺香港，包括呢，即係我哋將恒生銀行呢係私有化嘅，咁就係代表咗我哋喺呢一方面我哋見到一啲機遇啦。咁但係機遇之餘呢，亦都有風險嘅。風險之一呢，就係科技嘅顛覆性啦，係採用科技呢，就係一個機遇，如果係錯過科技呢，就係一個風險。譬如話區塊鏈呢，就係一個好大嘅一個機遇啦。我哋已經係將我哋嘅客戶喺香港同埋好多嘅法區嘅存款呢，係已經數字化啦，亦都包括係 Ensemble 呢一個項目呢，亦都係帶嚟區塊鏈同埋貨幣電子化嘅。咁咧，另外呢，就係喺金融服務嘅冇監管嘅其他方面呢，包括係喺一啲係電子嘅代幣方面呢，我哋其實係覺得係帶嚟風險嘅，因為香港呢，或者任何地方都唔可以有呢一啲咁樣嘅唔同嘅監管水平嘅平衡嘅發生嘅。咁當然香港呢，亦都係有呢個穩定幣嘅發展啦。咁另外呢，就係生成 AI 啦，我哋點樣係可以通過佢嚟到增加我哋同客戶嘅聯動性，提升佢哋嘅體驗，增加生產力等等，或者係可以將一啲訛騙嘅情況咧係更加好咁樣偵察出嚟咧。咁當然亦都有一個挑戰嘅，因為咧當中係有算力嘅一啲挑戰啦，同埋係使用嘅場景咧，其實而家咧我哋仲係喺度證實緊嘅。多謝 George 你呢個分享啊！跟住落嚟呢，我就想問一個問題，就係同你頭先所講嘅有關嘅，問阿 Bill 啦。你哋公司呢，而家係投資喺中國啦，同埋係新興市場啊、亞太區啊咁樣。咁你究竟見到一啲特別嘅機遇係乜嘢呢？尤其是喺我哋亞洲呢個區域，因為呢個區域呢，喺持續投資嗰方面呢，仍然係推進嘅。咁同埋你哋公司呢，亦都喺基建啊嗰方面係有好大嘅一個投資。你覺得呢個將會繼續一個趨勢嘛？因為而家全球嘅環境呢，喺大嘅市場嗰度，你覺唔覺得佢哋喺度褪軚啊？嗱，
我哋覺得咧喺亞洲咧係見到好大嘅一個投資嘅機會，尤其是喺能源啊，同埋係其他嘅持續發展嘅方面。亞洲同埋中國啊，仍然係喺創新啦，同埋係呢個企業化嗰方面，包括呢係喺一啲新嘅方面，能源嘅轉化啦，同埋係喺醫學嘅科技嗰方面啦，等等推進得係非常之大嘅。我亦都係見到呢係有新一代嘅初創企業家喺度後浪推前浪啊，咁所以呢係喺亞洲咧，肯定啊，中國咧就係排頭位嘅，係喺提供機遇嗰方面。印度咧，我哋都睇下過去嘅5年啦、10年啦，見到佢哋係喺科技啦各方面咧係推進好多，尤其是喺移動嗰方面，佢哋有個叫 Phonebase 嘅公司，就好似阿里嘅支付平台咁樣樣，係好巨大嘅。咁印度咧，亦都印度亦都係喺度創新啦，同埋係喺企業初創嗰方面咧，亦都係實在有好大嘅發展啦。過去一段時間，咁另外呢，就係喺吸引力嗰方面，持續能源啊、氣候轉變啊等等。呢一啲呢，將會係喺未來嘅25年呢，係需要好多嘅資金嘅投資嘅，先至可以做到呢一啲嘅新科技嘅採納同埋係過渡。咁呢個呢，就係我哋公司喺度集中投資嗰方面呢，就係能源啦，尤其是啦，能源係因為 AI 嘅運用呢，所以係增加咗好多嘅需求嘅喺全球。咁呢啲咧，亦都將會係繼續咧成為係吸引嘅投資嘅方向。喺香港咧講綠色係可以嘅，你可以繼續用綠色呢個字嘅啊。好啊，跟住落嚟，我想請問瑞銀集團嘅 Com， 我想問下係瑞士啊。瑞士咧向來係受惠於世界不穩定嘅情況嘅過去，因為佢中立啦，因為佢金融係穩健啦，咁所以咧喺不穩定嘅環境，佢係受益者。咁你最近又點樣睇呢？對於呢一個角色，瑞士呢唔係一個咁大嘅國家，900萬人咁，同埋呢係佢喺財富嘅管理嗰方面咧，好快呢係香港同埋新加坡咧喺度追到佢。當然佢呢係一個中立嘅國家啦，亦都係瑞郎係佢嘅即係儲備嘅貨幣。咁但係呢，我哋亦都係見到一啲係交叉嘅路，即係一啲挑戰，包括咧喺全球嘅資產管理嗰度呢，係有一啲新嚟嘅中心，即係香港啊、新加坡啊嗰啲呢係喺度競爭。另外呢，就係瑞士另外一個行業呢，就係佢嘅醫藥啊，向來呢亦都係相當發展嘅。但係而家呢，亦都係因為關稅啊，同埋呢係嗰啲製造基地嘅轉移呢，亦都係空化咗㗎。咁另外呢，就係呢個係世界嘅銀行業嗰度呢，亦都係有一啲係新嘅轉變，咁瑞士亦都係呢係失去某一程度嘅光彩嘅，因為世界呢喺監管嗰方面，你越嚟越係聯動啊！我哋係講緊全球嘅監管嗰方面呢，我哋講到係2點，一個呢就係影子銀行嗰方面呢係有一啲不受監管嘅情況，我唔係想喺呢度興起啲乜嘢嘅係爭論啊嚇。另外呢，我哋見到喺銀行業嗰個監管嗰方面，我哋而家睇到嘅一個趨勢呢，就係一種簡化。美國咧喺度帶領呢一個嘅勢頭嘅，呢個都係啱嘅，因為係美國咧係資本啊係昨日嘅問題，我哋喺銀行嘅資本嗰方面呢，我哋需要更加有效嘅監管，係喺其他嘅經濟體亦都係咁樣。英國亦都係追隨緊係美國嗰個做法，係一個呢就係
即係喺嗰個監管嘅有效性同埋速度嗰度咧，亦都同譬如歐洲其他地方咧係背道而馳嘅。咁你頭先講到一個係去監管化，我哋見到咧喺國際上邊咧係真係咧有一啲大嘅市場，尤其是喺講到呢一方面，你可唔可以揀一個方面啊？係監管嗰方面係可以去監管或者簡化監管係邊方面呢？我頭先講美國咧就係做緊呢樣嘢啦，就係簡化同埋係集中係要做嘅嘢。譬如大家都講到咧，矽谷銀行嘅事情咧，嘅事故咧係因為係監管不足啊。咁但係其實咧係已經有條例㗎啦，但係監管者係冇實施冇用到嗰啲係監管嘅條例而已。咁所以咧，我哋係講到一個 CCAS 嘅一個咁樣嘅即係申請啊，有125000版嘅。咁究竟點去睇呢？我哋亦都係監管，即係銀行嘅監管嗰方面，佢哋點樣去做呢？咁所以喺美國咧已經有呢一種咁樣嘅簡化嘅一個趨勢。咁啊，另外英國亦都係咧。咁係喺歐洲咧，係我哋覺得咧，我覺得咧係而家係形而上啊，實質不足啊。咁樣，你覺得 CCAS 而家係做緊啱嘅嘢嘅個趨勢係啱嘅係咪啊？你唔使回應嘅，多謝你啊 Arthur。好啊，你 George 咪可以又揀一個方面，你覺得係可以係簡化嘅咧？如果你容許我嘅話咧，我係揀兩個方面。我哋大家都知道巴蘇3咧係一個謹慎嘅銀行嘅監管嘅金律，但係巴蘇3咧，亦都係有唔同嘅改變啦。有最少啊，有巴蘇3、4或者係巴蘇3嘅0.1啊、0.2版本啊咁樣啊。但係咧，嗰啲有關嘅重大嘅問題咧，仍然係存在嘅。我哋肯定咧係見到係雖然啊係有呢啲咁樣嘅監管嘅唔同嘅版本出現啊，但係唔係好大幫助，因為咧金融市場本身咧就係好國際化。如果國際上邊有唔同嘅監管嘅水平、唔同嘅標準咧，就會係不健康同埋係會出問題嘅。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有一個穩定幣嘅發行者係完全冇受到監管呢個問題，係佢哋嘅監管咧可能係輕鬆一啲，相比於銀行譬如係喺金融嘅犯罪啊嗰方面嘅要求係唔同。但係另外咧，我講緊嘅係有一啲空間係完全冇監管嘅。以前係叫做 DeFi 咁樣啦，咁即係話咧係去中央化，將金融係系統去中央化。嗱，呢一啲係完全分離嘅一啲市場嘅地方嚟㗎。咁有投資係流入去嘅，咁但係咧個監管咧係缺乏嘅，包括咧係有關譬如金融犯罪嗰啲條例咧係缺乏嘅，咁亦都係可以係不記名咁樣做支付嘅。咁呢一啲係會帶嚟一啲罪案嘅，或者係一啲係衝擊，對於監管嘅衝擊，將來咧一定會係帶嚟成個行業嘅一啲嘅風險嘅。好，頭先講到去監管或者係簡化監管，我哋而家係進入一個新嘅時候，就係一個減慢增長嘅經濟增長嘅時候。咁一方面呢，監管者呢係要鼓勵增長啦，但係又要監管呢一個咁樣嘅平衡，係咪好容易達到呢？係咪唔係一個不可能嘅目標呢？
我覺得監管者咧已經失去控制啦，因為佢哋喺銀行嘅系統嗰度咧，佢哋係過度咁樣係監管同埋咧係我哋見到喺銀行體系，包括係影子銀行咧，係不受同樣嘅監管嘅。咁所以我哋見到有啲做法咧，就係譬如話係推動經濟嘅潤滑劑啦，推動銀行嘅借貸更加多啦。譬如好似某啲國家咁樣嗱，譬如好似保險業咁樣咧，更加多嘅保險咧就係喺美國咧，而家係每個州去監管嘅，唔係全國監管嘅。我哋而家見到咧，有好大嘅一啲係評級機構啊，佢哋喺度做套戥啊。2017年就發生過呢樣嘢啦。咁所以而家啲細嘅評級公司呢，係喺投資嗰度呢，佢哋都剔格仔啊。咁幾年前呢，係John Mark 咧，我有一個好朋友咧，佢喺呢個私人嘅信貸嘅市場嗰度咧，係有一個情況，我都唔細講啦。但係如果我哋再睇呢個保險市場咧，我覺得咧係有一個系統性嘅風險，就係因為有即係失效嘅監管，係會帶嚟好大嘅一個問題嘅。好啊，我哋仲有少少時間，我哋講下 AI 啊。George 同埋 Bill 問你哋 AI 有關嘅投資。George 先問你，呢一個係好大嘅一個主流啦。喺過去2個月呢，應該就係有200億美元啊，係喺度建造美國同埋歐洲嘅數據中心，都係愛嚟支持 AI 嘅使用嘅。你點睇咧？對於呢個咁樣嘅趨勢同埋潮流，呢個題目好難答。首先呢啲數字呢，其實係更加大嘅。我哋其實係講緊呢，可能係萬億元嘅投資嘅喺數據中心嗰方面。我哋一方面呢係需要呢個計算力，個人啦、企業啦係有咁樣嘅需求。但係呢，嗰個速度同埋係嗰個規模呢係不足夠嘅。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呢係收入呢，亦都唔能夠係可以係去支撐呢一種咁樣嘅耗費。消費者咧最後要埋單嘅，咁但係咧呢一種咁樣嘅投資唔可以係喺2年之內咧係可以增加生產能力而回本嘅，可能要5年都未定。咁呢個時候咧就要有人去埋單，要支付呢一個耗費啦嚇。咁所以喺投資嘅回報嗰度咧係一個問題。你點睇呢？我覺得咧，首先呢係講 AI 係喺長遠嚟講咧，係會係有極大嘅影響啦。喺科技嗰方面，我哋見到係有以10幾萬億嘅投資已經投咗入去，明年亦都有好大嘅數字咧，係會投入去係呢一方面嘅科技啦，同埋 AI 啦。咁但係咧，我哋都見到有啲過度嘅估值啊，同埋咧係過度嘅欣喜啊，係過咗龍啦。咁我亦都要睇咧，係未來可能係10年、20年呢，係先至會回報嘅。咁但係而家呢個時候咧，我哋仍然係要做呢個投資，即係為咗將來嘅機遇咧，而家去付款嘅，就好似當時嘅互聯網咁，但係而家呢個仲大嘅。亦都好難去揀一啲贏家或者輸家，因為呢一個呢係一個好似電力咁樣樣啦，係一個好闊嘅基礎嘅一個科技嚟嘅，佢會重塑成個經濟體系嚇。多謝啊！我哋已經用晒我哋呢個環節嘅時間，我哋多謝鼓掌，多謝我哋嘅講者啊！